live 啊，live 啊，我叫我 copy 者放落 Facebook。我看到一个 live 片影福建 podcast other Chinese languages。你到底看到你 YouTube 嘅 notification？我到我 phone 那边好像 pop 出來。即是我都會當埋 Facebook。Facebook 福建。算兩句傾嘅。劍氣就咪講劍氣。劍氣啊？我對劍氣冇咩。劍氣啊！劍我冇未曉。真係嘅劍氣啊！我啊，真係嘅劍氣啫。accessories 真係冇啦。真係嘅，會使講嘅。真係是劍氣啦，嘅叫咪 plastic 啊。咪是劍氣嘅劍氣咯。嘅劍氣都唔是劍。我白lúc佢看到 Facebook 嗰邊有人播咗大小會嘅，唔知道會。等陣我睇下。Heathrow 飛機掉嗬，呢個係冇？哦 ，England 啊 ，Heathrow 飛機掉。我lúc看我睇那 post 佢到 Facebook 嗰邊，小家成家咧 flat 誒 factory 啊，可能喎到 SB 啊。嚇？冇 video 嚟喎，小家呢可能。Facebook 我把錄 share 起係你邊福建博卡沙邊都看喎。哎呦，按照小間你看唔值啊？我冇看到。有看到？冇。咦，我 share 過嘢喎。哎呀，咱係 live YouTube live 啊，個未記。做慢過㗎了。你講嘿，這什麼？mana kat ni? Ya. 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來到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禮拜咧，我真歡喜有嘅老椒直直對來啊，新椒咁直直來啊，我叫我老椒唔先介紹老椒大粒頭歡迎。老椒冇聲氣啊，按到大粒頭冇聲氣啊。哦，我未記開 Skype。冇錯。講係冇聲。我覺得大陸睇冇聲氣，特別我未，對，我媽媽 restart 做個 internet 啦，未記考到呢樣。啊，都冇考到呢唔識。不，而家要 echo。啊，但係你 testing 一個 test 你 internet 你走人咧，落嚟時嘅一個 pizza 落嚟接呢。冇，而家但係而家要 echo 嘛，而家 echo 咧，我講佢拍到邊個嘢？然後啦，新椒先介紹先啊，新椒咧就是係嚇。What's the root cause？ 我唔知我 restarted 呢，嗰隻會啊？哦，唔知喎，唔知啊？我 the only difference 是大粒頭，我 when 我 restart 我 computer 時，我係 Skype update 呢個 software。當然，你係哦，嗰隻成叮當你可能，你叫叮當我是乜叫佢叮當叫，特別冇啊，我真冇聽到呢。成接翻嘅咧。我當今是佢老椒大粒頭咯，แล้ว個有老椒就我補下你，等陣。Hello。แล้ว個攞隻新椒之前冇nasi lemak 冇得試 nasi lemak 可能。nasi lemak 嚇？唔是啊，你拎咩？哦，是拎嚟嚇。拎大腰係唔是 nasi lemak 嚇？咁真係冇出聲。拎大腰啊，大腰拎大腰。大入拎。拎大腰嚇，你拎腰嘅得落去。你個嘴啊！嚇，你就只吸唔得。嚇？สวัสดีค่ะไม่ใช่กล้องอ่ะสวัสดีครับอ่ะ สวัสดีค่ะแล้วก็อุจิเรสินบาลูไลบลักูเอสินเจ้า
我特別都係聽鬼告訴自己哦。不得嘛呀，不得嘛呀，歡迎不得嘛呀。Hello，不得嘛呀，唔想知班長鬼。喲，我把掌櫃啊對面那隻跟我講，啊，查某部分嘅班長鬼啊。阿咧我對有本件事，我頭講。我對熟嘅隻是阿咧阿基班吉啊，多十八定個連線下邊嘅，我多喺厝下邊呢，但係行出去食就好。哦，你是早起嗰時暗暝，我冇食過。啊，伊是暖蛋個start呢，因咯，紅寶有 body tattoo 嘅隻型嘅樣。樣拜鬼琴嘅。我被叫咯，伊拜鬼琴。我知是，因為我啊爸爸教我只樣大下面嘛，所以我特別去是不等嘅食嘅。是不等個好食，食唔嘅食。我是其實不等嘅時，我去阿基班嘅是食我改買迄個巴虎定定嘅。係啊，你食掉老闆山嘛有巴虎條。嚇，巴虎條啊。我巴虎條買啲哪比較嘛？樣叫係咪狗屎是狗西啊？巴虎條。咩狗西冇啦？你在食完就完了呢。啊，對。但當我去買嘅時，甲我講阿文呢，唔係講巴虎條。哦，是阿文呢。我跟佢講巴虎條。我知道其實我講，阿基班教巴虎條。冇，我去萬山嘅時，萬山我跟佢講巴虎條。佢講話，唔係講一個講。你講快啲，我講八條。冇，佢都笑。你愛講八條啊 ？Oh my god！ 你我看到一個人嘅副名嘛是金巴褂。你啊，你藝術節個金巴褂有咩啊？金巴褂有咩啊？金巴褂。哇！我梗好誒，有嘢就係到見啦，嗬，嘢樣嘅名特別勁嘅就係水壺，你看等到可能笑噶，你講嘢坎坷鬼哦。啊，就是咱這話題上面哦，對，大力。啊，這裡無來哈，這裡毛毛菇，唔知啊。我咪講，無影啊，但唔知無影。伊個講伊會吹 link 嘛，得嘛？所以我冇人家看到的啦。我問 Alex 看。我把你哋看到阿基班嘅小影。阿基班嘅你是個食很多看呢啊？我是個食伊係咧有 brown，係咧咪 brown sugar 嘅哦。哦，哇！這個蛋海啊，弟弟可能可惜喎，這個蛋達到樣開心嘅，好食嗬，一下呢，樣講買做，一下呢買做，唔知咧，係你舊嘅，係你成袋成好食啊！係你我熟個食，係你冷死去啊！我說冇通食咧，哎呦！但你想食迄個物件，你話話你死去啊！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學功夫啫，去講 friend。冇啊！我嘛直直問伊，我講你驚呢？你驚咪做？我講話你解哦，人爸做餅機，驚就會做餅機。啊，你梗係傳掉傳一代嘛。喲，actually 嗬，嗬，我不嬲會去北海未班長過啊。是咪？啊，把你存一單呢，存到半死啊！我做隻小小嘅餅機，就是來教我鬼是打一個做來教。一時我特別肥，一時候大地龜，你個叫大地龜。大地龜，大巴掌龜。幫邊啲學嘅呢 episode 多先。巴掌龜，大地龜。班長龜，等我看。大地龜，變靚學嘅 podcast 啊你。對，那我嚟搞關咯。我都特啲特別開下你喇叭。真正嘅啊！講法到落去啊，去到落只，我聽咗一半。冇講了，我是實在講完咯，唔知噶啦。我講學到只較硬嘅，學到老生。咁樣定到，咁樣面前咱就愛去，咱就去然後呢。你甲伊先講只呢，伊隨隨只就 OK 啊。係咯，是哦。硬啊，免得別白呢。你在新疆噶啦冇？你新疆在頭聽咗，你去食，你過來看樣面食嘅啊。啊呀，restaurant
restaurant 掉咧，人趕冇點聲冇執小路，你一菜個了成日拍正過人呢，倒來倒去。伊煮一個煮了半的嘛，個了攏食聲。你諗咪講係我當叫，諗咪講咱講無想我諗個咧係咪人？我是客人。我是客人。你是客人，但係你媽講湖人嘅，你講？對啊，我婆婆是講湖人嘛，所以我大到細本是講 Cantonese 嘛，客或者少講。我是客人 mix 甲潮州人。แล้วสิ咧搖鈴咧，我係福建人。你是福建人啊？我係福建人，係咪福建人？你係福建人。แล้ว接嘅咧福建，你爸乜福建嘛？乜福建啊？是啊，佢勁處講福建話。那阿龍來啊！我諗處比較講白話嘅，講福建話。阿龍到 airport แล้ว阿龍到飛機場係。阿龍被吹所在地裏嘅字，呢已經咁樣。係咪飛機場？你被吹電線啊？電雷。你阿總係咩人？亂猜下咧？阿總說是咪咕啦？咪咕。我係咩人？亂猜下。鄧人。地球人。但我直接講是客人嘅地球人啊。我是客人。你是我客人參地球人是查某婆呀？我查某婆。你甲我想哦。你是客人啊？你聽我兩個咧唔知有講嘅喎。客話半咯，客話半咯行無上。睇電話嚟啊！睇電話嚟啊！ Hello， 無上嘅咩客話咯？無上嘅我grandmother 嗰邊嘅客人，姨婆嗰邊嘅客話個無上嘅喎，我 stepfather 嗰邊嘅客話個坐攞成小扒，可能喎個無上嘅喎。人講我就來大聲咧，你成日邊電？人講我普通話成日邊電啊，如果成日講臭話大堆嘅臭話嘅出嚟嘅。係我未曉客話，跟住你教我客話臭話。阿龍你講咩啊？龍grandmother 嗰邊嘅個無上嘅。下面話不是上嘅啦，不是我無上關鍵。嗰時喺你度是 dialect 咯，喺你度是方言。下面話不無上。以前 aggressive 嘅講個吹囊抓出來臭話嘅咧。這是 I think 你是不是？你這是你做咩事？我叫 language 小的是，我是未講較對嘅，用較對嘅 terminology。我開始馬來西亞佢就是講 dialect 嘛，咱講 dialect 嘛就 dialect 啊。咱講特別我特別咪用 dialect，我是講無相嘅北行嘅東人嘅話。Languages 應該是唔是啩？我諗應該是more classified as dialect。Chinese 嘛？你講 classified as dialect 嘅 language 是成日講 Chinese 是 Chinese、English 啊、BM 啊，那係你是English 嘛？所以你看，even 到一樣嘅bahasa Melayu 啦，一樣嘅 dialect 裏邊個無相嘅bahasa Indonesia、bahasa Melayu 個無相喎。yang ujelai dialect kau ma. Mana bahasa Melayu dialect masih Kelantanese loh. แล้วbahasa Indonesia pun si siang ma pun si je 另外一個 dialect 嚟呀。Bahasa Indonesia 是 language。不是屬於 language 咩？ Bahasa Indonesia maybe 是屬於做 dialect Malay ka Malay ka Indonesian Malay 是屬於 dialect of Malay 咯。because 如果成個往喺 Chinese 所往應該是一個 language 咧，冇上嘅應該是叫 dialect 吧。Tapi 因為真係哦。哇！媽媽姑來啊！耶！媽媽姑來啊！OK， 聽媽媽姑講，啊唔係，聽獨立頭講，唔係，聽阿龍講。咪講啦，我走啦，我走。你這會記啦，你冇睇走，你這會記啊。阿龍講。你安講啦，伊安講啦，伊其實聽起來是真有道理啦，但係我冇覺得，你嘛是講，你冇講講language 嘅 dialect 嗰啲好分別個，那是講 Malay 嘅 Indonesian 是用嘅話夾出來嘅內地 dialect 嘅話，你嚟講係同嘛，你一攞咗嘅話，嗰個相關嘅就冇聽，一上隻 root。冇的，一上隻 root， tapi 伊所在無上咧講無上，佢就叫做方言咯。
對咯。dialect 咯 ，which is dialect 咯，唔是。對 dialect 咯。你內人，啊，對，你內人聽掉咁就係人講印度尼西亞話，是人講馬來西亞話，等等一係講話嘛，等等。講係湯嚇。你講糖嘛，等等。你隨時講話啦，但係你學嘅人一樣都糖。所以人即係啦，你是人定到係 misconception 啊！我俾解釋啫，你即有基本嘅對話嚟對，即係我掉底係 language 就是我話就是講，成個人講福建話，人講福建話是 dialect 咧 ，Mandarin 嘅是language 對 ，actually 唔對就 Mandarin 唔是 dialect 啊 ，Mandarin 本是 language，Mandarin 是屬於做是其中入面一個 language 咯，當人嘅 language 咯。你看 Europe 啊 ，Europe 咪是伊個國家就伊本身嘅國家就最勁嘛，即係國家大兵嘛對。你法國是唔是自己嘅 language 啊？對。然後 Italian 伊自己 language 啊。對。嗰啲中國阿未定到阿未做。哇！你講是我有是當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冇是你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fo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嘅時候，伊位咪是靠較大過 Europe 嗰啲，所以下邊嘅變做樣是樣自己 language，是講變做政府樣變做接落嚟做隻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嘅時候，變做一個國家嘅時候，伊人用其中裡面一個話，然後做伊 official language，叫做白話嘅咧，叫做方言。較長嘅歷史係是你較長淡薄啦。I think 我明白你講係咪？John 我明白你講係咪？我明白。特別咱這個 misconception 啊，嗬，誒啲拖落嚟拖幾百年拖幾成呢啲。咱搞當見啦，自己看講，哇，我嘛是定啦，你嘛是定。特別你上下啦，若是講 Europe 嘅一個國家話啦，意大利。你嘛是 European？不是。你嘛是不被做，你嘛是相款嘅人嚟。嚇。都變做安尼款咧，好變做人講起來，就特別伊個 danger 咧，伊個無好嘅位就是講有人講，哎呀，凊彩下面咪是上，咪是話，特別嚇，你是變做 dialect 啊，你感覺到 dialect 成個感覺到成個較 low class 嘅 language。未啊？嗰是政治啊，未啦。所以特別較嘅人士嘅，人成個講，你話聽人講見啦，哎呦，咪係我緊話啦，即係等人較 official 啊。新加坡人嘅parents 嘅安尼咯，即係明顯ยัง咪可以見到我。你知唔知哦？你知唔知新加坡 actually 我感覺真可憐樣，因雲南人唔曉講雲南話。嚇！個慘佢話啦，個比較寫比較，因比較寫比較讀比較講。但係有時講阿摩呢對。有時會曉，又唔是會曉，特別因講是本根嘅，因講嘅是本根嘅啫。伊唔成個話會曉講好聲等嗰種。有時會曉，特別有時是個 subject 嚟，人無上嘛，咱人比較高大，咱是用雲南話嚟讀先得最重要 ，geography、sejarah、matematik 嗰啲是用雲南話，跟住用雲南是白。有是個 subject 嘅。伊是一個mother language 咯。伊是一個 subject 嚟嘅。樣嘅話呢是叫 mother language。叫啊 mother tongue。叫mother language 或 mother tongue 咯。所以咧，當今下同咱嚟講，當咱講清一下、清楚一下，咱係講人有係咪無相嘅 idea 啊？不入頭講咩？你講人講bahasa Melayu, bahasa Malaysia 加 bahasa Indonesia 相一個，你和印尼嘅人聽到，伊人得到亂嘅。唔是講相一個啦，係講 dialect 啊，你講。伊 root 是相。Yeah, root 講 yes, I understand. That's why like linguistically speaking here, is considered dialect 嚟啊。就成個咱福建話成個咱按照我講嘅 context， 我即古咧我不介紹就按怎介紹俾人聽，就是講咱講邊啲福建，咱講福建話是 dialect 嚟，特別其實唔對嘅。咱邊啲福建咧是福建嘅 dialect 就對。就咱嘅福建，邊啲嘅福建咧，就是講我哋邊啲會講。邊啲會講福建話，所以咱嘅邊啲福建唔是 Mandarin 嘅 dialect， 咱嘅邊啲福建是福建話嘅 dialect。我去中國嘅時候，我甲人講我人度邊啲講福建話，因唔是叫福建話，伊講這是叫做閩南語。
嚇對咯。嗰個閩南語唔是到台灣講嘅咩？台灣嘅福建話講冇咩聲啊。台灣冇人講就是中國人哋講叫，到台灣人同冇暑假人，中國人嘅我樣誒話叫做閩南，我樣冇暑假嘅，閩南是中國嚟嘅，台灣是台灣人。特別人講嘅話就是樣嘅，講到講嘅嘢啦，佢講印度尼西亞人嘅話語，特別即係你咪就被人嘅拖咧。應該就是講 involved 對，你 involved the patriotism 嘅，你 involved the patriotism，擺咗 politics 嘅嚇，對。唔是單單 linguistic 嘅物件嘅，就但係講你 Europe 嘅話啦，OK，Belgium 講嘅話係點講 Belgium 講 German， 唔是Belgium 講 German 你頭啦，你我覺得這個 Italian 嘅 French 哦，樣兩人嘅 words 正 near to each other。冇，我同你講，樣 near 是 near，特別樣本事嘅聽得清楚嘅，因為一講到尾啦，伊是那種聽起來冇啥嘅話嚟。Spanish 㗎，我自己講嘅，你就是你講 Spanish 嘅人，但係講 Portuguese 人特別聽得幫嘅話，樣係相當嘅呢個。伊上個 Indonesia 同 Malaysia 嘅人安尼，但係你硬係是講我諗嗰種嘅話題，講一個話題咧，樣還是無歡喜，對唔對？但係你有一個國家即係咩咧？Belgium 嘅人講咧，Belgium 嘅人是講哪種嘅話？一個是 waffle，講就嗰個。Belgium 嘅人講就 Flemish 都聽嚟講話 Flemish 唔知係咩話啦，對唔對？老實講啦，意思啦 ，Flemish 啦，就係荷蘭話。荷蘭 Dutch 哦。Flemish 同 Dutch 咧，嗬是 almost 啦，完全是同樣嘅話嚟㗎。特別因為 politically 啦，樣是 Belgium 嘛，樣感覺自己是另外人嘛，所以樣話咪叫做 Flemish。特別樣其個荷蘭人就依個荷蘭人講話是完全講嘅湯，像嘅啦。明白。特別 politically 樣不聽落，你叫我講話到底係話伊咪是話戲咩？都知你唔係 politics 啦 patriotism 啦，咁樣人嘅拖出嚟。當叫你啦，咪嚟講嘅你是人嘅，當人嘅無相嘅，無相人。但係咱講咩啊？阿龍無相作講，無相話，咱講咩啊？無相 territory 是哦，無相 territory something 啊，係啊，無相作講嘅無相話。但係阿龍你嘅 connection 都是 lagging 對唔對？冇，你部 lagging 嚟咩？有淡薄啦，I think 應該有你嘅所謂。Because on my side 都都是 on off。哦，不，意思我會 OK。如果聽到我接吻哦。Everybody is 接吻 to me。哦 ，OK，that means 冇好事啦 connection，跟住 Skype 呢 Skype 嘅 connection 冇好事。Try again。你哋準備到冇接按入法。準備咩？你俾邊個接嚟講？冇，一定要準備到冇接按入法，接吻佢有得。接吻嘅聲，接吻係跳過去聽了。接吻啊！唔知我依 connection 係咪冇事？夠我。小常。testing。頭好謝一個就咩啊？OK 啊，我好啊。still 接吻特別冇 feedback。Oh my god！你有時幾長條嚟？OK，咁同你嚟講，OK，但係咱講毛毛菇咯，哦，我就是有見過毛毛菇嚟嘛，毛毛菇是咱嘅潮州人嘅代表嘛。嚇 ？Johnny，隻巴布。你冇聽福建話的咧，就叫 Johnny， 毛毛菇。你冇愛啊，慘啊！冇愛啦，就屋了啦。冇愛做乜嘅？做屋。毛毛菇嘅福建話係有嘢㗎，特別有一個字咧是近日以前人講嘅就冇人講啦。成個話有一個字本，特別我驚啊！伊是阿妹。阿妹啊？你講咩？你冇你 night 你叫咩？咩事啊？Messi，你 OK， 我冇你點到嚟先，你反正誒咩啦？誒咩啦？我講是 M 咩？M 咩？哦
M 咩？哦，阿妹就係我唔是叫阿妹掉。呀，你這麼了解我的？我驚一道啊！亂講嘅話，我計了聽啦，我係聽我 OK， 我係上面阿龍都講運氣咯。我驚一時，我佢勁處人當然講話是，唔係人講關係時我就嘈潮啊咋？誒，我佢勁處人覺得講關係就。係咯，英國喂嘛，我聽啊，英國點啊咪？關係是係咪意思？關係。關係，依個哦，關係嚇，哦，OK。啊，大陸手是有達人。我唔知做做伊會講有達人咧就。哦，唔知本，我達，誒，大陸頭呢個字。冇，有達人意思就是講有人嘅，是有個人。哦，意思是講有別人係哦，有別人嘅。maybe 有別人哦。有別人 ，OK。你一個別人嘅我愛聽啊，龍，我愛聽別人嘅。別人嘅，interesting 嘅。英國中呢邊嘅嚟是啦，英國中伊有加字入，所以英國中嘅人講，英國中伊是 actually 唔是伊講安尼款，伊唔是伊安尼款講，是因為伊可能是呢度英國大漢嚇。又講，冇聽得濟，冇聽得濟。伊正經講人冇聲。我講關係就，真係估講嚟，真係講關係了就。鬥嘅冇嚟嘅，嘢八三。鬥嘅。因為你冇八四八三嘅我跟話。睇人哋嘅鬥嘅幾幾多點路啊？鬥嘅。那個直啊，那個布了，那布利啊，那個布利。一個冇睇 defend 呢個叫啊，直接叫埋嚟，直接埋嚟這邊，他cocoon。我伊嚟講嘅句啊，咱邊咧學見啊，出嚟句伊就聽嚟句好。你特別我一個就好喎，哈，一個 control 掉一個嘅 identity 咯咋。你講嘅上底手係個當劍咩？我就咪，伊講物件，我真係唔知講咩句少。OK，咱會別人先，咱會達人。我別人啊！咱會阿龍你咧？你是係咩人？我是海南人。其實我唔是海南人嚟，我爸是福州人，但係咧我是冇福州鼻嘅咋，我厝裏邊係冇人會曉講福州話嘅。特別我媽咧好像是海南人，但係我媽但就冇嗌海南村大漢嘅，我其實係咗，所以海南話對我嚟講是比下面我們要緊嘅咋。即係對你有講海南話。我是唔是係你星靈？是唔是？唔是星靈啦，冇聲。呢個冇聲我啊。係你冇聲咩？海南就是你成個Hainanese chicken rice 係海南啊。海南唔是跑過邊咩？海南跑過邊嘅，係啊，你真細漢時人是講條照粿條、福建麵，有海南嗰邊 something。啤梨咩嗰邊啊？啤梨是咩？啤梨那個意大利的玩法，啤梨。媽咪呀，啤梨。你講嚟星靈是海南話，我想。我想冇啦。如果係個呢個一星靈人，哇！伊個出來人拍來是梗係好笑，我唔知你講乜。If only 你人會聽 what I'm listening to。你 record 起來啦，record 起來一個人叫老轉嘅，你聽到那些節目嘅先。笑sendiri啊？唔是上個節目啊，上個有大咧上個啊誒。嗱，大咧。你 record 起來啦 ，record 起來幫我聽。大咧。OK， แล้วสิก็ต้องทำกันแต่มาสิ我是個查某婆上咯，一般客人一般調酒，你巴客還是馬客？巴客。我冇想喎，我爸冇是客，我媽是調酒啊。
所以你是客人去，咱若是講咱對老闆會員嚟講，對立下會員啦掉。我阿龍上面係咪講學照啊？學照。我厝bằng cái này à. 係嗱，係咪你厝吧？你 ICI 嚟下？係咧。我個 ICI 講，叫毛毛菇我個 message 嚟嘅。你插我車啦。真嘅。阿龍是海南人咩？會上來啊？講我是海南人嘅。嚇，如果人講是海南人，特別即係對會嚟講，伊是學照會員，新年人啊，你講都是學照，學照會員啊。學照嚟玩，學照。那邊有把醋，那邊有把醋得係咩？學照是唔是迄個講病嘅時候學照？那邊幫病，那邊是幫病。講病是學照人哦。他們是公餅，講餅是紅嘅餅啊。咩紅餅？伊直想含是邊伊佢實安尼伊到地咧是裡面有塗白油嘅啊。嚇，冇食過嘢。講餅啊，講餅。啊，你是學照人哦？成個是啊。你咪妹唔是學照人咩？唔知。我學照人，我邊學照人？你學照人玩出成個點會是？學照是吊灣嘅嚇，吊灣嘅價值講學照啊。是沙巴嘅人咩學照人？沙巴冇有啊，沙巴冇有掉。我記我去沙巴嘅時候，我趁去買講餅嘅嘛。我去公餅啊。師傅。哦，啲師傅是唔是做油嘅？唔是，嗰啲叫咩？師傅是沙拉瓦。哦，沙巴嘅油嘅係咩啊？嚇，沙巴嘅我不去啊 ，vacation 嚟叫沙巴。Petronas。哦油嘅。我係諗係啦，我講我學照我係啦，哈。一起來啊！我一起來講咩卡溜？講佢走。卡溜。卡溜啊！我聽冇咩掉啊！嗰人掂，嗰人瞄。可對呢卡溜。อันนี้ก็มิวสิงอ่ะ because ลู喺呢隻呢有人講話是 cut off 嘅，佢講過。可對呢卡溜。可對呢卡溜啊！哇！你準啊，老子叫。可個底卡個骨。我淨係聽到卡底可溜。可對呢卡溜啊！可底有個架樓嚟。可對呢卡溜。這是 question 嚟學，嗰是 statement。可對呢。係咪叫架樓落去？係咪？可底有架樓。一籠卡溜啊，係咪？你會車會曉卡溜唔是？卡溜啊，卡溜係咩？我聽人講，你講卡溜。卡溜係咩？我都唔知啊，你聽過呢？你都唔知意思。我未記啊，我就朋友沙巴定嘅。哦。我對呢卡溜。可對呢卡溜。我猜下，攏猜咧？攏個叫怎猜？你學噶啦。下面你確膽啊？你講。我 OK。咖喱是唔是白刀唔見 something 啊？我猜卡只冰啊。諗下㗎啦。咱能講上一句。你會諗下乜㗎啦？我都係南話，我都係南話當然。係南話講下，我有聽係南話。你會得教 OK。我較會曉聽係南話句卡溜話，唔是卡溜啊你。學照啊。你講下。南話嚇。上一句嚟。嚇。點啊？咁人瞄啊？富嚟到南。你去到咯？去到。嚇！你忘記咗未啊？富嚟是去到咯？對。一個蒙古人嘅話。咩南？按照會食菜掉啦，按照會食係。要海南朋友嘛？我係馬海南人嚟，原來。富嚟係咩？我未聽到阿偉一句，我未聽富嚟係咩？南。富嚟係咩南？富嚟到是去到落位。哦。地佬是得咯，南是佚佗。富嚟佬，哦，特別我是聽人講富嚟呢，喎，冇聽講富嚟佬嘅喎。冇，意思是去到落，加去到咯。哦，富嚟是去到啦，富嚟佬啊。富嚟佬，南是佚佗是吧？
知道呢種，我覺得就好趣味啊。啊你就講係你羅啦，我搞我語，我應該鹽不是係男人嘛，我都嚟講 hello，一潮啊就係講哈咪佬，我講咪哈俾我就是塔羅，哈咪佬就點地塔羅，就是塔有位龍塔羅。哦。John 啊，如果黑咗呢龍。聽聲啫，聽聲啫。豬坤氣，毛菇，估都使啦，我叫佢啦。以前你拎袋粒，拎袋腰。我冇困啊，冇困啊，嗰啲人啲聽毛菇袋粒頭，袋粒頭窗開，袋粒頭 breathing 呀。唔是話，袋粒頭都 OK 啊，先。聲少接蚊，成個眼咧。Maybe 你 update 你 software 啊？我當 keep 啲用 notebook。maybe 你 software 啊，無你是 on 你 maybe 伊個 frequency 唔對。OK，所以住啲困啊，就乜住先？十八波啊？唔是我冇困過。冇困啊，嗰啲啲聽。哦，咦，佢真係嚟啊！佢真係計住你先啊！呢啲困掉唔得。但我落幾個故事啊，龍啊，落幾個故事聽到啲囡仔聲啊，邊啲囡仔聲？係你嚟啦，車係看你聲啦，是啊，可能聲呢，看你聲嚟啦。有一聲呢？有，就聲。呢聲。還有這種，먼저 오셨어요。還有就是了。唔是講韓國話？韓國話，一到韓國。你有 OK，嚟一個到啦，即開車是海南人參咩？福建。海南人參福建人。嗰邊參福建麵。嗰邊福建麵。海南福建茶。海南福建茶。係咪海南福建茶？係咩？海南茶個福建茶嘛。海南茶上面嚟。Actually，伊啲分是海南茶，伊無係熬豆油呢。哦，拜拜。係上嘅嚇。了，海南茶個哦，是福建茶個哦。福建啦，福建係熬豆油。福建啦，係熬豆油啊。哦，誒，到時講嘅影響到啊福建，我當到邊影響，因為我唔是。福建人，我唔是福建人係我煮物件個咧後邊較餓係只我豆油嘅是特別難嘅。你整個茶你涼茶先知啊，是茶油茶啊，棒光茶啊，棒光茶係涼茶我豆油我愛冇。嚇我會啊，我係我愛啊。真係我成日抽去單，你可能都係棒光茶。抽去單，我真是掉住冷嘅很。你係學豆要炒咧，你驚咩事？你嗰隻炒事啊，一無水反而嘅，嗰個。嗰個愛對。那我未 imagine 我這是愛喎。呀，這裡豆油啊，你愛啊，想愛豆油你愛。毛菇咧，毛菇，你炒茶棒光茶係愛豆油。我可能是掉住冷。哎呦，就最先啊，一撮。接咩講？我接間呢個啦。你連講話嘅 topic 係啊，你不如講話食。做正，John 冇咩叫嘅，是叫啊。哇，毛菇，夏威夷啲脆路。是夏威夷。哦，什麼歌啊？伊講伊 send 到字啊，借 message 後都叫到海丁了。安怎啊？等我看到 Skype，但係是柏林唔講伊 send 我 message。特別我冇收到喎。哇！你俾 message 可以，伊就話只卡好玩呢。哦，我未，我當然那邊說。未啊，未我就 send，但係你好玩另外 send 可以。你 send 佢一下。安怎啊？佢哪能講佢 send message 我都冇看到。你老咗啊？嘛，你冇用。冇，我看到佢條 Skype 都冇人 send 我 message，我叫佢去啲柏林嘅 account 個看都冇。我寄 message 佢一樣啦。啊是伊人 block 我，是我 block 伊人。
等我過去看這裡會參，這裡冇比賽講會參得呢？誒，頭晚冇多，你唔是講要參啊？咩？是啊。哦，我有記，如果我係到啲人嘅即 jet 嚟嘅。我是我寫為我係多邊嘅。哦係咩？哦哈。That means 有啊 ，maybe 冇看到。有啊。哇！你講哦，看你講哦，我看麒麟咕隆啊！別使講嚟啊，別使講。嚟啊！別使講嚟啊！我都讀過卡，你去帶領下。別使講。未帶領，我打 Sam's Club。我打 Sam's Club。哦，OK，嚟講啊，這收到是福建人。你看。哎呀，John 你聽成個聲。that means Skype 冇好事 ，Skype，that means why Skype 嘅 version 冇好事。我聽大粒頭們先嚟看。我 try 我 try 我 audio 嘅 setting 看呀。你想想嚟，喂。安尼咧，安尼long聽，安尼先我。安尼我安尼 OK 啊，特別你未聽到樣啊 ，OK， 等陣先 ，in from me， 安尼咧，安尼個我，安尼，你聽到本嗎？是不是？當機咩？當機個我，個我啊，個得哦，個阿聲啊，得，個得哦，是我係這個 mixer，from my mixer， 安尼咧。安尼個我，安尼又得啊？no冇得。冇得啊！特別你聽到即係聽嘅人講啊。聽嘅人咧？聽嘅人，伊人講我啫。係聽嘅人講啊。Testing。冇聲嚟樣，冇聽到樣聲。哦，特別是未聽到樣聲，所以我唔使係之類，所以我特別之類咯，所以我聽到這聲，你別你別打鼾了，用這聲，你冇都未聽到樣。From my mixer, I think 是 new Skype 啊，最好是嘅我 mixer 嘅 sound。But anyhow，不要緊咯，到底 Skype 我聽到浪 OK 就係咯。แล้ว你話錄音嘅時就冇影響點啊？毛菇呢是係咪人吊住人嘅啦？落冰。哦，你客人就吊住人。客家嘢。查某部分上喎。你嘛是吊住人啊嘛是客，福建吊住人，老爸是客人。哦，我是參政人。你是參政人啊？我咪是參政嘅。你是參咩政？吊住混家客家。攞整點乜都受整。你個包埋雲啦咧，等人咧，聽到咧嚇。你是孬嘢爸爸下邊 confirm 有可能有執整嘅感覺。我冇孬嘢喎。係啦，我唔知本咯，我唔知，因為我係媽先樣嘢，所以我唔知下邊做一參加咗。as long 人講下 as long 是我有一個 grandparents 是孬嘢係我 confirm 是參啦。哦，是唔知參咗這呢？特別有咧等人嗰啲樣嘢都冇，係啦，有可能冇參咗這。我規班嗰都參咗這。十正加個水，正嘅，尋正就水嘅嗬。隔離十正加條。你嚟錯嘅屎啊！十正加。大粒頭咩？大粒頭。大粒頭。我就是福建人，福建人。tapi你羅炳本是福建人啊，爸爸本是福建人。Just assume the Hokkien lang lah. Too much information. 哇，穿大佢。回家冰床啊！回家你了啦！回家呢個係冇搭嘅，回家入邊。OK 這裡咧 Sam's Club 有呢古靈。聽學照啦。學照啦哦，嚇！依昨晚你咪有聽咯。玩啊，過嚟。學照玩啊。差不多像
你曉講咯？什麼是會曉？特麼你聽阿龍講嘅呀？你咪call率咧咪個多咪咖喱嚇？即是可啲咖喱啊！嚇對。幾多嚟鐵道？都是最嚟鐵道。哦。誒，你有冇問到個嗱，來啊，大木哥，冇香歌唔是大木哥，香歌香歌歡迎，香歌啊，你講話，咩知道了？香歌 music 啊冇 ，sorry， 我唔知。香歌啊，但係你講你 message 我直接打你 message 我到了位。知道你啦，你聽我就知道。我冇看到你 message 到你喎，到啲 Skype 位啊。係你 Facebook Messenger 會。哦 ，Facebook 我冇看到 Facebook， 我今日開。Maybe next time 我 send 佢WhatsApp 會。哈 WhatsApp 我今日看。OK。嚇，我到啲 Skype 位會看。我有 happy 啊。了你係咩人咧，小哥？我是福建人，參江湖人。哦。我講江湖話啲處。哦，你到處講江湖話誒，你是因為你到檳城嘅時候，特別你個你是爸還是媽是 too much information 哦。你爸是媽是江湖人，佢只能對媽講嘅嗬，佢只能對媽邊講啊。我食江湖背嘛。我就係江湖背啲。我到邊都冇背喎。江湖背嘅好食嗎？我咪想，我見我。你講嘅。我俾你咁樣人講話，我啲琴日吹潮啫。我係爸嗰位媽，我爸嗰位媽呢奇怪，依家一家都講本是講福建話，แล้ว本是上嘅喎。嚇，แล้ว特別依個啥位sibling，我爸係 sibling 樣個講福建話本啊。福建話本嚟嚇，我爸特別我爸嗰位媽，我爸嗰位媽就講劇話。冇，佢奇怪喎。講福建話，咁依家係你個人係邊講劇？哦，個老嘅人講劇喎。我 parents 咧是個用個一下都講 Cantonese，教我人講咧福建話，我教我 grandparents 咧是 Cantonese。哦，所以if 我人坐做隻 table 嗬，係想講係 dinner 啊，食 Korean dinner 嗬，所以你會聽到我食隻 channel 無上嘅 answer question Cantonese Hokkien 啊嚇。超味。菇菜我叫韭菜。韭菜啊，韭菜啦，菇菜。呢叫韭菜啊，韭菜。黃菜。摻掉啲內臟都 mix 掉咗。我就會，定到我細漢嘅時候背啊，你看呢，有知道時我教阿媽得講，媽咪落緊來，我個會記過，因為我媽得度講，個媽咪落緊來，沉學勁加 Cantonese mix。我早會時我做工時講廣府話。講我這本啊，我就較少講啦，但係你我當去 hippy 嘛 ，hippy 就嚟咧，伊嘅 family 講 Cantonese 嘛，所以我計講廣府話，計 interview 嘅時間講廣府話，一堆嘅時個通食糖水啊嘛。誒，我上尾梅朗快貴啊，真係去鋪攞隻，咁你管佢啲紅豆沙啊，廣府人尤其是紅豆沙南邊用 instant pot 管一下，即係唔使講，我用 instant pot 管嚇，我俾管啊，我俾伊成個伊湯成個黏黏結結嘅，安怎做係伊黏黏結結，伊骨骨嘅喎。係做咩啊？係做咩？誒，管係散緊係咩？我管到邊嘅散。做哥哥嘅。我做用 instant pot，if you just 35 minutes 啊，it highest 會冇夠咗，我管50 minutes 啊！我本是50 minutes 啊！按道嘅測嘅啫噃。哦。按道嗬。粒嚇！伊裡面是軟你知哦，伊裡面真正粉，特別伊皮，我食咧，伊本是伊隻粉，特別伊無成個黏黏喎。但係我食伊黏黏喎。你學做咩啊？
咩攞你講？得銀豆貝。哦，本來，更加耐，你愛整佢哋個大粒咁多。哦，大粒咪更耐，你俾成個你日本奶耐，日本奶咪叫咩阿薩基啊，咪阿薩基啊，咪基。Azuki bin。Đó nào á mình lúc khoảng 哈 lúc做你紅豆啊，哈你熟你紅豆。啊無。Instant Pot Man。tapi nasi kau wasok lah pun be wasok lah pun be. Nanti kalau boyang kau bosan kau ni tang tau. 係啦，我係做物件招啦，你啷直直講錢？特都有咧。煮嘅時都係騰落去哦。我冇煮料嘅時間係喎。啊對啊。但係咧變做 food 而家睇啊。哦，tapiเรา still 冇教我講到係煮比 ，OK， 係煮比就係落嚟。我係定咗我係一餅，我係一餅出嚟，一餅特別會出來是一煮比個就一粒個，一邊米去，一邊酸去喎。你加喺除一蒸，或者除一個煮啦。是講係沙鍋咧，係沙鍋我試過咯。沙鍋應該是黏黏啊，係嘛？我試過，特別我都冇看到伊係沙鍋。I think 啊，伊用只係無上嘅豆，你知道？伊用嘅伊豆大粒嘅啊，伊有紅豆大粒，冇有了，伊個有係迄個，你知啦，係 Mexican 嘅 Mexican 嘅pinto bean 係啥物？伊有一點係啥物 kidney bean 啊 ，kidney bean 伊一點白色，一點。你個一個長尖尖啊，呢個。我見俾人咧 Toyota 啦，唔是 Suzuki 啊，但係我今日 Azuki 啦 Suzuki。Toyota Mitsubishi。我咪係 Suzuki 入邊。有嗎？你講我知啊，依個係你叫咩啊？你叫咩啊？你叫咩話？尖尖墩墩嘅夾嘅豆。唔係你叫咩啊？正貴子。醋你啊！呢隻桂枝嘅管，你叫咩啊？你紅棗，紅棗啊，唔知啊？紅棗啊，意思係你叫咩啊？你阿莫話叫咩 ？No， 阿莫話 is red dates。date 唔是 dates，講 mulberry 啊 ，summer 時候就 fresh，冇 fall 時堅果，你是一啲啲入面就係 seed 嚟啊。啊，berries 啊 ，teardrop 改了，整紅豆去啦。係咪大頭講咩？隔了，變十隻銀豆。唔是見過，哎呦，你叫做咩去啊？啲嘅就喲，要內 color 這是嚇 fig 啊 ，fig 叫咩 ？fig 叫咩？學緊話。Figaro。我咪就 fig 叫咩？咁樣掂起佢。啲是我嘛 process 嘛。fig 係咩啊 ？fig 是無花果啊？啊，唔是啦，是咩？是，無花果。梅西里。無花果。無花果。啊，我佢俾叫蜜棗嘅喎。哦，蜜棗啊！冇想下你冇蜜想。棗冇想。特別裏面冇雪啊，你看蜜棗是 dates 嚟唔是？我唔知啊，食落去點蜜棗係咪是 dates 嚟啊？蜜棗。食啦，沒關係。成日你 Middle Eastern 嘅 dates 啊？係是蜜棗。Middle Eastern 嘅 dates 有多啲特別花膠配就嚼嘅喎。一口嘅當到嚼咪嚼嘅。係咪嘅？嚼咪就嚼嘅。你話你唔是變嘅怪應該？變嘅，我同你講變嘅就好食嘅。但是你唔對啊，佢冇冇。Oh my god！哈，你係 cream cheese 真好食嘅啫。係咪咪嘅係 cream cheese？紅豆啊？鋼餅 ，no。哦，鋼餅嚼嚼呀。嚼嚼嘅係是 grow 嘅，not show 嘅嚼大起來是嚼大條嘅，我哋講。咩啫？係什麼咧？啊！依啲係都冇見我唱，冇抽錯。冇誒啊！香哥，你講啊鋼餅係 cream cheese 好食。我講鋼餅係咪講係咪餅我係食？
我愛食有豬油的餅。好料咯，一隻八油。你聽咩？安怎會使 Google 好啊？鹹咩？一聲。Google picture。我寫。一張個。辣 biscuit。等我吹下。伊內面係包王加白油嘅。包王加白油。白嘅。哎呦，等我吹過，我唔得咩？我steel one 啊，我係 steel one 就出名。上個嗰陣你款嘅 shape 嘅嗬，唔知啊。伊成個 roti canai tapi 較細啲。上個含煎餅款啊。啊，我吹掉。哦呀，攞一看，都就一看。我看。Okay, share，等陣我 share screen。你等陣這是 last topic 啊？啊，每個，過一個。嚇？哦，真係好，我等到細漢嘅時候食過。有白油嘅。冇食過。哦，我食過細漢嘅。以前老婆餅啊。這不是個講餅，伊個哈鹹嘅，伊到底伊紅去做嘅嘛？講伊紅。伊講哦。做出來點叫講餅？係啦，對啦，對嘛，講是紅嘛，對唔對？啊，福州人。全部都對。你成個含煎餅啊呢？係咪？等。你學得過咧？你成個做乜咧？你成貝果上下嚟頭先嗰啲麻子，一直做電籠餅。哦，係咪電籠啊？電籠餅。我知唔是，我知冇，即係你裏面是電還是白油本咧？電籠餅啦，電是上貝果上下成個solid嘅啦。哦，冇鹹嘅，冇鹹。啊，啲淡薄啊。淡薄啲，一講餅咧？講餅林定是pork belly 加麻黃。對，喲，我第一個食了誒。鹹嘅。講餅特別伊無糜，對面無糜講餅。啊，我每都講餅講嘅意思是唔是紅嘅意思？唔知喎。哎喲，你學咖喱是講用公做嘅叫公餅。唔是公啊，紅啊。我成日頭去講餅講。係咯，講餅。是成日你雜不？唔是雜不？是叫咩？華語一些輔助光餅哦，陽光嘅光。哦，陽光嘅光。啊，唔是講嘅講咧。哦，唔是講，我唔是講。紅啊，紅嗰首紅塔講。除我就乜嘢去食飽個堆嚟。我講白都去煮麵條啦。成日你叫咩？你個靈啊，叫做咩啊？個靈啊。你知唔知？我講佢哋個靈啊係紅啊，依家嚟做燒雞，你叫咩啊？你 tandoori oven 嚇。你是 tandoori oven 咯。OK，แล้วก็ก็ต้อง講福州人，因為爸是福州人啊，係咪？福州，哪裡啦？福州。哦，你是教福州人啊。但係你咪是跟阿龍 related 咯。testing 1 2 3。嚇。好啦，阿龍我參了。阿龍但係走去啊，依背機背啊，已經。Hello 大家。啊，聽到啦。誒，你這裡是古建嘅話題是冇？對，人哋人直直講紅醋啦，係咪食物件？我講你講下大咧變食去哦。我是好咁笑掉嘛。你人嘅事，特擺你講話物件冇啱㗎，你係話題特擺。我去鋪攞隻你就去我食到咧紅豆嘅，你湯一隻好食，因為每人講咗煮一計骨啊，嘢咧紅豆嘅紅豆湯。OK， 嚟講怎麼講餅唔是嘛？講餅是福州人嘛，所以有關係嘛。哦 ，OK，福州人講餅你捌食過人家中？唔捌。你捌食過講餅？唔知係係咪來嘅啊？我是個食，你在講餅，我是個在食。我大概是講餅是係咪來？講餅是。講啦，講嚟一聲啦，表講餅。講一個餅一聲，講餅。但係你冇看到我嘅料，我放嘅，小英冇看到。哦，係你成個。但係你看到一落地啊嚇。有啲嘢邊啊，冇嘅。紅嘅，對嚇，成個攤到你。我食咗曬啊！伊係你是講餅，我朋友。哦，我會繼續先講。Hello。你說我覺得暗去哦。
我嗰個是人做做你半隻啲定點樣講？你有 brown out 啊？你係電嘅 supply。有一個人影呢，係嘛？你看成個看到鬼嘅講。啊，一個影啊！一啲吹你鬼。喵係啊！冇，但係你會你走了。你係貓啦，你係貓加掉啲電刷是係咪啦？冇。你看你喵個，我是見講唔係是無電曉啊驚。我係電有 brown out 係嘛？我係無電，我 internet 就是了呀。當埋嚟啊嘛。OK，你後尾講，了啊，同埋會講咩啊嚇？講講了福州英國中是福建人嘅了，一定。我是福建人，no 並福建人。並冇福建人。特別，我係媽是一半潮州人啊 ，because 我爸媽是潮州人。哦，潮州人。特別我爸媽是一半，我爸媽是客人嚟。特別我聽潮州話，差不多成個福建話喎，我會好聽喎。啊，就我 because 在咱嗰啲福建嘅加潮州是上一 area 嚟嘅，一山卡山頂嘅。我知啦嚇，潮州人。แล้ว客人呢就只有搬來搬去嘅，所以其他路有冇聽到客人？對啊，一去嘅人厝就是變客人啊嘛，去別人。那個大家有客人無？我唔捌聽到客嘅話。啊，我咪是客人，這邊是客人。我咪客人咯，英國中。係咪？你去客 TV 個啊？客 TV 個。我是客人嚟啊！我是潮州。我係馬潮州人，我係巴客人。你有去學客話？冇。我學啊！我看 YouTube，我看 YouTube 嚟學嘅。四包毛。我會曉這條呢。大家好，四包毛，OK。四包毛嘅啦，唔是毛啊。毛哦，我可能講毛嘅，M A。四包毛。了個一個樣就係膠嘴。膠嘴就沒有不要聽喎。啊好。膠嘴是安陽啊。嗰度水木是水木。愛困。水木膠。有啲地膠水啦，水木膠。你叫什麼？兩科。兩科是會隻水下就好下。我叫雜波成水雜波。兩妹仔，唔是叫兩妹仔咩？妹仔啫咧。玩你水嘅 OK。成個玩嗰時兩科。啊，本是好聽本啊！哇，等陣講國語係啦。我講聽，等陣講下四百萬嚇，兩個四百萬。我係拜一邊嘅，我媽講嘅啦，伊是叫四百萬嘅喎。伊講呢，伊淡薄冇想啊，冇想啊。我 stepfather 下邊嘅因為學嘅因為劇話個正錯咯，個冇想。你講哪門判出來啊？我講嘅寫小盤，四百萬。你姐講我有一個劇話nursery rhyme 喎，我發覺啊。我知好什麼？嘿，三個。我看，最近有劇話啊，到這裡有劇話嘛，還有毛菇有講劇話嘛，毛菇在到路人啊。不見了。幫助。北京一個出來，噔，咁樣北京。後來曉聽啊，咚。會曉講。你有聽過只有咚呢？咚。我當嚟當酷啦。咚呢？這是客家嚟啊，唔是？我未曉。咚呢？咚。啊！小下未記啊！要小下未記啊！要金啊！要我未記啊！咚，要金 something 排兩行。要未記啊啦！我特別我 record 起來啊！鴿子出世冇年紀，鴨子出世冇人用。哇！你講話成個你中醫師啊？你講咩嚟？熱啊！你唔好笑，好熱啊！
好聽冇先啊！嗰一個我對สุ格用啊，熱死我啊！熱死我！我頂住是我 favorite size 嚇，因我到啲車位，因為我叫我爸爸人 call 我都幾學我講一句話了，我用劇話講。劇話講啊，超過人覺得聽。anh用唔做得啊，anh用唔做得，anh用唔做得，你唔使係咪掉紙幣啊？十啲咧。掉咩抽紙幣？錯啊！嗰啲你一講話掉咗佢，掉咗你先。唔是咧，啊，是後面意思。掉咪是屌啊，緊啊。你唔是正數嘅咩？好少人正數嘅咩人？學住人會講掉咩？應該有吧。劇話。哦，劇話。你唔是那是咩人？中年番薯。什麼？啊，中年番薯。你在你還煮啊？在你還煮？你成日爬路啊？你看中年番薯。就是想跟等你上，就是想跟等你上中年番薯啊。哦，應該中啊。如在幾百隻米數啊？嚇！掉。幾百載啊！幾百載上面都知哦。我唔知。但是你見啦，隻狗講話，技巧吹啊！技波卡吹啦。哈，叫幾百載。哎呦，你拍片。幾百是幾百咯。係啦，幾百吹啊。哦，菜，幾百菜。對。嗱，對啦，因為個阿這裡阿龍，啊，我攰㗎啦，攰慣咧。哦，攰嘅什麼？你等於其他攞飛機啊？哎呀，你有啲背肌坡啊？嚇，背盡坡，背盡坡不能叫背盡坡，背肌條，背盡坡。學緊話啦，像日本話不？像嘅。冇講成嘅，我同你講啦，有一陣我未講嘅，就是我背講真。學1、2、3、4安尼想。好啦，你係韓國王國想到，是咩？就是邊咧有上海人嘅啫。嚇！上海人啊，我知啊。你知你都嘅上海人咩？我嘅鄰居弟弟比較 proud 之類，我是上海來的，你知道嗎？阿伯咧啦。你是講伊做講是上海人，伊家己本身。冇，伊家己，所以只 proud 之類物件。伊家己？伊只老啊啦，把路老毛咧嘛。伊是 Malaysian 嚟啦。啊，這個我阿公嘅 generation 啊，但伊是講上海來嘅只 proud 伊。對，邊咧會有就邊咧有上海人嘅會館嘅咋，我就上海人講話，上海人講我就變咗上海人。邊咧不有一個係咪？上海人講嘅話就上嘅日本話嚟講。Small Japan。對。哦。我同你講，海南話有當時不會太像喺度。我講一句話，可能聽到猜我咩意思啊？嚇。哪個假數？哪個？你係這個會起來聽？哪個假數？哦，哪個假食了？哪個了？哪個數？你會你問啊？哪個食？安尼幾點啊？去問嘛？3點半。哪個？唔知我未曉。完全都聽唔出，都唔知咩意思啊！咩意思？海南話嗰個字啊，可是夾福建話夾廣東話完全冇上去咗。微微話有啲，就是我叫微微話來，特別唔係講嘛，就去做。對啦，有你海南話嘅福建話有你冇我呢？而家冇上差唔多啊。但係有時你都好像哪個話海南話完全冇上。完全一樣冇。OK，哪個就是。真正，哦，真正哦 ，very very 嚇。格島咧係垃圾。格島嘅數冇人講嘅，內江冇人講嘅。哦，我是講格島，格數我未曉。那個格島我曉啊。哦，那個格島上哦，那個格數我曉。你這種屬於你有內種安尼奇怪啊！我冇見過啦，我猜咗啦。佢啊，海南話裏邊啊，咱人學嘅話 S 啊，咁啦，只係嚟 T 啊咯。係啦，是豆米啊，你做咩？嘛，係咯，沙是打嘛，打嚇，對。都好，我覺得我有一個真奇怪嘅事就，因為沙本啊，沙本是波多基斯話嘛，波多基斯話嚟。
對，所以福建話那邊叫沙本，海南話不是叫沙本呢種，tapi lu itu對海南話叫一種沙本呢。沙本。太奇怪了。你yang關係 pronounce 你聲用 certain way 不？伊關係kalau sekarang Excel file 那伊kalau會 S 跟 T 就對啦。成個人講無對呢咯。無對啦，咱比如講，當然福建話是講 OL 嘅 OL 嘅聲，嗰陣時變咗對嘅。kalau L 變 I 嘛，即係福建話咧，即係變咗嘅話嚟嘅。變咗話kalau L 是 I 嚟嘛 ，dry 是 dry。你頭先講日本話加福建話，無相咩？無相，淡薄啦，啦。你那是講你廿幾那你字嚟講話是相啦，咁樣 M。我咧是拄着哦，即係差唔多。我再講係你Korea話有正見我人福建話聲樣有一句係咪小心？樣本是上一個意。樣唔是小心，樣是小心。講過了出家上嘅樣啲咩失敗。係啦，正咩失敗，是唔是？特別是你，咱係邊人講嘅是物件嚟，咱講。伊是上是唔是 organ 嚟？咱嘅是 organ，樣嘅唔是 organ，樣嘅是 action 嚟。哦，係咪 action 㗎？係咪 action？失敗。嚇？係咪 action？失敗。係咩意思？係 action 係咩？吐這個幾百位哈？哦，對。哦，小間啊。特別一間個唔是間，一是間特別是間幾百。意思係咱福建話強間啊。特別意思講條是接機係你所在咯。特別接機 specifically 接機幾百位嘅。對。你是要接百位啊？有接機百位啊？怎講？接機百位啊？怎講？冇啦，當今家安尼大家安尼有本嘛古早，嗰度接是接平嘅嘛，都老接。哦，有啦，頂到有接是講無講嘅。係啦，冇講出來啦。我成日頂擺佢架謝本啊。頂到是無背後人嚟 influence 掉。係啦，無 influence，下面坑本嚟接喎。時候啦，就是買蛇膠嗰時，下面坑埋誒。而家坑就死，而家坑就死。壞啊！屁坑而家坑。誒，即係講下最坑嘅。OK，嚟個講下咩話啊？這邊人講新年話。冇人講你嗬。講你時下面話我未。文化係。開山話。開山是下面。開山。台山是咩？台山就是新年話嚟哦，台山就是新年話。佢是咩所在？哇！中國啦，中國我真係中國啊！中國嘅人。講好嘅。哦 ，OK。咱係別人時間嘅話緊講好嘅，咱嘅話應該冇可能嘅，我唔知啊。有一個話唔知是海南啊，嗰是蝦米？我嗰是星靈啊，嗰是蝦米啊？伊直直講去奶啊，去奶啊。迄個應該是新年話。伊電話嘅去奶啊，去奶啊。去哪？你是 Vietnamese 啦？唔是啦。去哪啊？去哪？Vietnamese 是成個 Angry Ducks 你看你講話。好水啊！點解？喺嚟落特喺落特仔嚟啊！點解？搵把回。我該想啦。咩啊？你不要亂講哦！成個用皮筋嘅啲人講話，成個用皮筋講話。你個漸漸嘅喎。Angry Ducks 啦，我想我感覺書本。嗱，想話啦，冇人講啦，你講。Tapi I think Siam Waka yang halik waktu Siam origin ni Siam Waka Vietnamese 冇Siam啊？
無相嘅，Vietnamese 是夾無相。Cambodia 咧，Vietnamese 是鄧人嚟嘛？啊，แล้ว伊朗寫嘅字本是 Sanskrit，伊朗用 Sanskrit 嘅 Cambodia。不，阿咪上話嘅 Cambodia 是上啊，上。我去越南嘅時候，因為有聽 Cantonese 咧。因為因為 China 島嗰邊是講 Cantonese。哦，聽咗啦，伊朗本是有鄧人聲，伊朗本是有鄧人。伊朗本是有 South。特別我因為 Cantonese 伊音樂甲我人有淡薄無相，甲聲甲伊腔有淡薄無相啊，嚇呐。我去嘅時，伊學校嘅 staff 啊，啲看咧神雕俠侶。你 YouTube 看較好笑呢，你真好笑，一隻老人。我就你講廣東話啊？冇講越南話。越南本是有福建人咧。特別我嘅朋友啊，Vietnamese 啊，伊會學講 Cantonese 無準嘅咯。伊就講肥婆啊，係咪？因為 Cantonese 有淡薄，因為 slang 啊，因為 slang 甲我無相。有啦，你去 KL 聽個南部講咪講 Cantonese 咯。特別你問講，咱 Cantonese 哦，咱講好話嚇，即係講好人嘛，即係是，你名咩啊？唔是，當是有講乜事？特別即係。你名咩？咩拎嘅嗬？唔是啊。老老冇。那我 brain fart 的呢？羅沙蘇嗬。羅沙香是我咪名啊，羅沙香。大力要大力。大力。咁係拎嘅啦，我講。拎大腰，拎大腰。腰浪啊！哎，自己好啊，伊家己愛嘅，伊家己愛啊！我見到實聲嘅，根本我咪愛，如果你係菜啊，成個拍檔講係菜啊，我是拎大腰咯。大粒拎硬腰啊！拎大腰，我見到實啲咧，想問啲準。冇去變啊！人家冇嘢嘅，人嘅要多變佢就會負責。誒 left right 時下邊公變啊冇個了去。誒，你名嚇，你名咩橋？Putu Maya。啊，對，Putu Maya。你除話係我當冇嘢，Putu Maya，你是江湖人嘛？但係你講人江湖話，我唔是江湖人，你媽咧？你媽江湖人。我老邊嘅 father 本是客人，無相嘅客咧喂。係咪你老邊？That means 我 birth father 我 mother 嗰邊嘅本是客人，但係我 grandmother 是 Cantonese，แล้ว我 stepfather 嗰邊本是客人。哦，所以你較濟客嘅。我 Cantonese。我講 Cantonese 較濟。係啦，我是講你講江湖話嚇，特啲，我哋講特啲越南嘅會講嘅江湖話有淡薄樣嘅腔嚇，嗱馬來西亞嘛是有腔。有腔，特別我人 OK， 你看我馬來西亞嘅 Cantonese 有半路邊部上嘅 ，KL 講嘅 Cantonese 加我人邊咧嗰邊講嘅 Cantonese 個淡薄腔部上。哦，怡保嗰邊嘅 KL 嘅 Cantonese 伊我人講嘅腔啊，甲香港嗰邊。哦，有淡薄無相。邊咧講嘅江湖話，甲香港過吉隆坡啦。邊咧對，有伊腔無相，但所以但我去香港，我去廣州嘅時候，因唔知講我是 Malaysian。因成個我是香港人，我講我唔是，我是 Malaysian。特別這裡是無奇怪嘅物件嘛，無相嘅所在聽到有清彩。聽無相對，我去到廣州嘅時候，因嗰邊嘅本地人會廣東，伊會Cantonese時候不有淡薄無標準嘅。如果那是香港嘅人講廣府話來去吉隆坡，伊人會伊聽到吉隆坡嘅廣府話，伊人就講嘛，真真清楚甲伊人嘅了咯。Because 我人用嘅無相嘛。我來我等去英國時，有真係即係香港嘅福建人嘅囝啦，即係富二代啦，咁了伊人講話嘅富二代，伊人講嘅功夫話無相啊，了伊人成個幫配是我講你打草皮啊，了伊人講放屁，真係你放屁，較油嘅，反而你皮成個較胖啊。
你放屁啊！冇，actually我唔知咧，香港是講放屁嘛，我出嚟嗬，我唔是講放屁，我是講屙屁。我講成個冇不要緊啊！我講冇相干，伊人別好聽喎。冇所謂，咁冇所謂，冇緊要，冇緊要。哦，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因為冇所謂啊。你成日講成路買緊喎。你買緊都做微商哦。Oh my god！我還沒做，我讀書㗎。你講咩？你是講咩？你是講咩？你講冇相干，你講咪緊。可能本身講不要緊啊！你講冇相干，冇相干。嚇？你人別好聽喎。冇所謂。冇相干，我同你講，咱人馬來西亞聽到伊講話甲福建話啦，標準話本好啦，真濟是較老一輩嘅，咱人拍正嘅點聲來，人話佢來面來。哦，樣變咗啲物件，然後modernize，唔是 modernize，樣佢受到別嘅話影響咧，因為冇成人走去香港啦嘛，樣受到華影響了，樣變咗冇相干是其實是較正宗、較老一輩啦。啊！你家是正講話誒，哦，無掉啊，未掉啊，即係 polluted 嘅。我去香港嘅時候聽到樣大刀叫安迪叫阿閃，啊，樣叫安迪叫阿閃。你有聽到啊？你潮州人喺香港那邊做生意嘅，แล้ว伊個講話有潮州嘅。我聽個愛笑啲。你叫我媽姑講話。叫啲係你兒啊！我媽姑講講好玩，看到就聽。7-Eleven。好啊，是你 sentence 啦。嚇，你可以自己 sentence 嚟。7-Eleven 咯。係啊。7-Eleven。7-Eleven 學嘅話叫咩？咪叫 7-Eleven 咯。7-11。哦，學嘅話叫 7-Eleven， 廣話叫做 7-Eleven。七仔。7-Eleven 唔是七仔咩？好咯，你是講跳啦，用跳嚟學阿毛。哦。7-Eleven，講乜叫做 7-Eleven？你是香港人講啊？你是誒，得早會嘅時候，我都見到只我講起了，我無你個知，我知講我家己講話有強啦，我講講話有強，但我教我早會嘅時候，我是講我講話咯，然後我去個係一間做咧紅豆紅豆沙我食嘅，伊講無你個到香港來4年啦，我一個我 interview 伊人嘅波啦，然後伊講你講話真像啊，伊講特別我捌嚟馬來西亞嘅，伊講嘅較真無像嘅喎，個你面是伊是加南部嘅講話加檳城嘅，因為我係幫話去搭嚟學嘅咋，我講話是我係隔壁嘅，冇先知道，冇先。這是華語嘅講緊你是看起來。不，我是到啲嘅就是我頭頭聽到，而家聽到冇先冇聽看碟嘅事啊，細漢嘅事，我是教我隔壁誒 neighbor 是江湖人嚟嘛。所以我人是講好話解鐵圖，因為伊人細漢嘛，然後特別解鐵圖特別講樣啦話咯。所以我嘅學以後講學嘅講好話就是佢人講嘅。所以甲伊人講嘅我就 feel 到感覺到，你當佢講起啦，我冇甲想到講伊人講嘅後，佢教我去加南部聽個無像。我對無像。嚇！我當佢冇甲想到你講嘅。伊波講係講Cantonese 個無像。伊波較像個加南部嘅哦。冇啦，伊波係較像個人啊。較像個人啊。像你去看香港嘅 drama 啊，你去看香港嘅 drama 有我人 Malaysian 嘅actress 到裏邊嘅時候，你聽樣嘅 Cantonese 攞嚟無相伊咩？真明顯嘅。你講下，你講廣府嚇？廣府話嚇，做咩做廣東話？冇，一般嘅人啊，直講廣府話。廣東話？廣府話冇會使講廣府。我想嘅。想。阿龍啊，你講廣東話甲廣府話，還是廣府話較老嘅廣東哦？
这里是大，这里是小嘅。这是大波，这是小姨啊。我这里是大，这里是較大嘅所在，這里是小所在。哦，當你較大翻嚟。多謝跟當話嘅功夫話是係咪清差？我想佢是像嘛？是像誒。我是廣東咩？佢是像嘅潮。廣東是一個所在，功夫唔是一個所在。廣州啊，廣州啊。廣東，特別廣東啦，當兵嘅，當兵嘅，你可以講。特別一語言是像啦，像。語言像，應該啊，唔是啊，即係阿龍講嘛，但係你講廣東是啲當兵嘅。廣東是檳城，功夫是 Georgetown，所以你看這裡是大嘅所在，這裡是小。所以廣東咧，一頓廣東是貴咧廣東區，安尼就話。廣東唔是 potato 啊？係條把了。關注啊！我哋都冇半隻字種啫。個荷蘭樹，個荷蘭樹。誒，等下阿龍講了啦，你講冇了。我啲大佬，你放曬掉嗬，講話你寫寫嘅，都背記裏邊哦。我到啲 lounge 位啊，你到得落位。一 lounge。我到背記燈呐。誒，背記鳥。背記鳥。冇啦，背記鳥。哇，你水啊，只係咪背記鳥 ？In John 啊。In John。誒，阿龍，怎麼你講了？你講廣東就是成個講啊，就是檳城嘅招，แล้ว功夫就是做成個 Georgetown 呢？啫。City。所以廣東是較細 scale 啦，แล้ว是成個 stick 嘅 city 呢 ？Other way around。廣東是較大嚇，對。功夫是較細。所以功夫是係咪廣州啊？不，係咪廣州是？廣州是功夫啊！安尼無人嘅，我掉嚟暗咩數？Canton province 啊。Canton 是 province 啊。哎呦，死啦 ！How big is that airport？ 哎呦，呢個 gate 嘅大字啊！100幾？100啊！行個咩位？行個咩位？誒英國中啊！英國中我背幾多係正朝我爭落節時候，我收睇 email 講 Singapore Airlines 講，喂 plane 對 Malaysia cancel 去啊！哎呦，差唔多咯，俾人做啊！我過 book 咯，我過 book because 伊人 cancel 我 flight 是 originally from LA to Incheon to Singapore 個本來嘅，啊當今伊人換 flight 變做 direct from LAX directly 飛去 Singapore 啦，唔 stop 啦。嘛是較好，係較好個。特別一點先換淡薄啦，特別我較早一節教，我做較早一節教。哦，嘛是較好。Singapore airport 亂嘅站夾行啦，明嘅。Singapore airport 真係爽嘅嘛。個有 free cinema 都看戲個，是講你 flight 啲。cinema 個有 swimming pool 個小水點個半。不 swimming pool 係好累，cinema 是 free。哦，我通困咯。因為下面半日做爭益嘅。啊，依兩有幾爽啊？冇幾爽啊？冇。你家己來，public toilet handicap toilet，冇人做。啊，唔要叫我關事啊！我關事半誒。我每都人學緊呢，學緊呢。人有講老學緊加學緊，有係咪？老福建加福建度可唔可以冇成？我相差。冇嘢福建啊？冇啦，想嘅啦，就是講。有你講我較近呢？冇啦，再近呢？曉嘅物件較地嘛是老福建咯。嚇？曉嘅物件較地都嘛是老福建咯。冇，以前伊講嘅福建話，實等阿 John 啊，你看。哎呀，我想講啦，人家後條講福建。咁咪putu mayang lahong nga, lu putu mayang lu tu. 冇啦，我啲聽了。是那些咩啲紅線嚇？紅線啊。你放屁啊？你放屁？未放。哦屁。誒，等陣，咱講會講我會用講條字話條，咱冇講條字話。媽媽姑。
毛毛哥來帶照話代表，即係 topic 就是為咗你做嘅嘛。嚇是咩？我都冇點喎。你冇點，特別你叫我講你是你講條照話嘛，我講好當時你聽到bằng con ai lai mà bằng con ta đó bộ lai à而家冇有車啊而家冇有車啊我成個堆橋我阿媽厝啊你講嘢就是成個差唔多成定到位人哋然後喺度聽啲人講啊多年啊幾年啊愛食歐尼歐尼誒你知 Mandarin 㗎有一句話啦，跟 Russian 真係像嘅。哈，係咪？很冷，很冷啊，很冷啊。很冷。So the Russian is Holland 啊。Holland 啊。Holland 啊。是後面嚟。就零哦。就零。哦。哦。你不要聽 Mandarin 你算都未算嘅。我是講嘅蘇聯嘅話。零是係咪 Holland 啊，講零啊 Holland 啊，佢哋是真正嚟咯呢，因為蘇聯是 Slavic 嘅 language，我知係講到 Polish，嘛是 Slavic 嘅話 ，Polish 嘅話零是 Rimno，都即係冇像。有陣時是講下面咯，可能。OK。也係 Russia 就零啦，所以冇相關嘅零。這個是可能 weather 冇相 weather 冇相。啊 weather 係零嘅，還是性格係零 ，ice cream 係零冇相。啊 freezing 嘅個冇相。誒，唔講中啊，你嘅 AirPods 個細聲，你就講你即係啊，就是我話去用這個，因為我講嘅是你未聽到我用是未聽到，哎呀，梗係 disappointing。You know 啊，伊是因為 I think 你那是到啲電話講有可能會較明，因為伊些是。maximize for 一等，好彩我冇俾，就是我俾用這個用這個 chatbot，因為咧我會驚佢只可以去吹。哦，你使用我會聽到本，是講我，特別我看是我未看到伊個 chat 會點起來起落哦。我講我是我未 very soft 呀，啊我未看到伊個 chat 點，特別我用這個是我看到伊個 chat 點會起落，我講話是。你個冇通 control volume 啊，你別通 control volume 咩？有人騙我，有人講啊，你那是衰起衰落，你會 volume 別啦，而家係人講騙我。我而家咩冇咩？別，你特別 tap 呢？你會 tap，你冇 tap 看？別 tap 是 look 聽先。tap 是 next 嘛，係 next 嘅 music 啊。啊 play 還是 pause 還是 fast forward or skip or Siri。tapi lu be control volume 沒？應該是這樣對啊。啊，我對啊，我被佢掉了。哦耶！我有啊，被佢掉了4人 MAS 3000啊，4人。哇，呢貴啊！3000英鎊啊！3000鎊嚇。嚇？你這邊 business class？First class。冇，唔是 first class。business 呢？business 呢？ business 呢？佢食沙爹咯，人。嚇，佢食沙爹。沙爹，我就係食沙爹。沙爹 sauce 滿好食嘅。啲沙爹 sauce 滿好食。John，你知 iPhone 先你幾時出咯？唔知啦。誒，伊人講伊 iPhone 10，伊人被 stop 啊，伊人冇。伊人 keep 佢機啊，我係 keep 佢機啊。排隊 keep 佢機啊，180。排隊嚇。記得啦喂，係咪？180嗰人係新人，可能到底未行講，冇覺得會。一大陸睇啊！我未記啊！伊甲我講我未記啊，阿龍去到同伊。伊 mute 去啦，伊未講啦。我記 unmute 先啊。香港。哦，貴啦，你大鏡。去香港。แล้วไอ้ขี้หอไอ้ขี้กี้อ่ะ Yes อี好了ขี้กี้กำลัง講嘅教安怎但是我聽到國語嘅話咧伊到啲 Korea 嘛同伊啊哦你講這是香港唔是香港啊唔是啦國語印象個呢個印象個香港啊同伊去香港去香港哦所以佢 still 到 Korea 係並愛去 on the way 去香港啊對哇 Korea 貴點啊這裡咪是3個半名咯係咯哎呦你幾點係咪電波
Import 是去台湾啊 ，China area airport。Incheon 是去美國 Malaysia 嘅，嚇，你唔是到 Incheon 咩？你特別講你到 Incheon？Incheon 冇有啦，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其實嘛有。哇，呢個 flight 是 US 到3。去台灣啊 ，China。冇啦，你看冇得到 regional 嘅是較細 airport 嚇。UO 立抗沙。我應該點啊？你幾號到 Malaysia 啊？G 號啊，1號啊，G 號。G 個1號啊，睇啦。咱講是，其實咱講是係新正，係你 weekend 嚇，拜六嚇。拜六較好玩啦。拜六啦，未必拜六還是拜六，不如使。你拜我是幾號咧？即係幾號啊？等我看，當然先只是5號嗎5號幾個？5號是拜幾啊？嚇？拜幾？去得咯喎，就去 buffet 啊。去 buffet 啦，應啊，man organize。你有冇講搞人情？都係做先 T-shirt 嗬。冇俾貴 T-shirt 第一。哦，你咪做你咪做 special team 咩？唔係啦，即係貴就未了過，佢俾先嘅。冇，我講嚇，未了過啊！我個未。俾了，你對件事俾佢了是10副。了佢半人情。我差唔多要做 on sale 啦，你問幾個？我被 sale 啦，被 clear 嘅啦，會啊。幾號啊？G 號，這個一拜 G。請客家嘛，唔是？咱請5咯，冇去。請5拜6咯，請5拜6。拜六幾號？拜6 9號。9號。嗰個係 number。男嘅是冇？後條。男嘅啊，yes， 哇，是係咪票嘅Bose 啊 ？Sony， 哦，有好用冇啊 ？Sony 係咩？哦 ，Sony 嚇 ，OK 啊，誒，呢隻笨嘢都，誒，真係我想到俾佢一個鏡嚟整嘅，呢兩部可以接啊，就冇啲看啦，我哋呢兩部可以接，你特啲好揾佢看啊嚇，我第二道嘅時，我想講我係直接，以前學阿威成。哦，唔掉 group， 唔掉 group。誒，你咪行走啊，阿波你未呼接啊？係啦，佢冇睇佢哋香港啊，佢 Dunkin Donuts 啊 ，Dunkin Donuts。你看啦，你美國人 colonize 全世界。Dunkin Donuts。你人唔全世界變咗大美國去啊？去大陸本看到 Starbucks 啦。Dunkin Donut。冇 Europe 冇 Starbucks 我記 Europe 係one jump 冇 Starbucks。Europe 冇啦。Europe 冇咧。哎呀，意大利啦，係咪意大利？意大利冇。梗係意大利冇。誒，講講意大利 rum 冇喎。冇，我到邊沙利拜冇。意大利 rum 冇，但係我哋 rum 冇。我差唔多未去意大利，我講過。我假如講意大利完全冇，我多邊 3 weeks 所在，意大利冇 rum 冇，下邊完全冇 ，because yang下邊嘅 espresso，yang下邊 coffee already 夠好啉了。一時間伊朗嘅 kopi 嘛。因為 coffee 先係半年啊。因為 coffee 啊、latte 啊、下面貴啊、coffee 嘅啦就半年了。我真係時間伊朗嘅 kopi 啊。coffee 香。特別我啲 raw 嘅時候，你看伊朗啉嘅 espresso 冇像個冷蔗咯，啉了講話啊！伊朗 espresso 咩啊？因為 espresso 是熬呢，是 single shot 啊，是 double shot 啊。espresso 啊，像個 IV caffeine 嘅呢。啊，你 order 是你講來 single shot 是 double shot 呢？樣時候 stop by drink 就走了。代表啊是。他咪話嚟即是。代表 Italian 嘅話啦。啊，我是為了這是咱講就我哋，我特別好像嗰隻我特別。等我咪講OK，但係咱講調節話咯，調節話咧講到我叫即係直接講話句調節話，咱表聽。但係是講起了咩？冇啦，講特一句，你講成個就大媽嘢講你學照話，咪可能聽咱未曉呀。你講看調照話，看講得冇？調照話比較個人就想到你被想個半時間想到。哦，智能直播。嚇？富鳥報。智能直播。我未。智能鳥我猜，嗱，我聽到人講咩？我聽大媽有人講錯啊，富鳥報。富鳥報。英國中。
即係你咁樣講就即係健康個冷燈智能直播嚇，智能直播是係咪？冷猜嘛？即係你登記講我咧。那每這點我要聽下這點。這點啲得咯。冇，我其實講笑你。借啲厝，你借啲厝啦。哦。你這點厝佢按講經嘛，所以每個人要聽嘛，智能直播。人都知哦，人都知。我唔知喎。你唔知啊？我唔知喎。很好啊，智能直播。這是咪成語嚟嗬？成語嚟。唔是。個拍家字。女。No, nothing to do with eggs. 這女啊，直播女，係咪冷嘅波？係咪？OK，嚟啊！掉了。係咪冷嘅波？係咪冷嘅波啦？嗯。直播，你直嘅波？唔是垃圾。咩女啊直？唔是。未曉喎。哎呀，講啦。咱當人是有迄個字，係咪？牛郎係咪啊？牛郎織女啊。智能直播啦。哦。直播是織女哦。我即係趕快 explain 嗬，你聽當人嘅 Romeo and Juliet。哈，對。應該點知哦？我冇被逼出。你 explain 我咯。So in short 是當人嘅 Romeo and Juliet。即係當人 Romeo and Juliet 叫做咩啫？係咪？智能直播。冇當人嘅 Romeo and Juliet 叫做 Romeo and Juliet。Romeo and Juliet。Romeo 係你估嘅，是唔是估嘅？唔是啊。冇啦。伊唔使叫佢等你，伊唔使等啊！伊肯定係等只織女是只仙女嚟嘛。啊，對，係一個人，一個人。Sorry，唔是，你是人嚟嘅。你看，一個再來啊，一個。差唔多起檔誒。就是頭尾架鐵。我智能直播啊嘛，特別講啊嘛。你一個有cat 話係咪就近開直接咪 cat 話？ cat 話你會記啊，細漢時啊，有下你報告新聞嘅，嘟一聲啊。報告新聞資料。係講一堆嘅物件，冇 understand 嘅。啊，對，係你。聽到你 radio diffusion Radio 8啦 Radio 8 Radio 8是 radio fusion 咩？你是 radio fusion 啊 Radio fusion 是 cable 嚟到啲邊到啲 IFM 啊 radio fusion 是到啲邊興 Radio fusion 是有下有較濟本特別後尾 Radio fusion 冇嘅嘛，伊是 cable 嘅 radio 嚟嘛，特別你在 Radio Fusion 就熟嘅啊！禮拜阿妹是放幾個水啊！你未見過咩？我可能在講伊正這個水，有陣時有福建嘅，有條伊是 drama 嘅，對，你有個數正正，因為聽到我未學過福建話嘛。我未學講邊啲福建話，我近係有講 Cantonese 嘛。你我 stepfather 感覺到安尼款被 survive， 所以點我其實你呢啲厝我近係福建嘅，所以 I have to survive。in order 啊，不多樣，你是唔是學福建話不多樣？哦，所以有一個 radio fusion， 我特登聽到有淡淡安尼款。我講聽檳福建嘅 podcast 啊是。因為 inspiration 是 Radio Fusion 啊。哦。我講就係擺聽 Radio Fusion 嘅，แล้วอีกกัน聽要講功夫話嘅啊。Radio Fusion 真係這唔驚聽嘅。Radio Fusion 是定單 podcast 嚟嘅喲。係啦。唔該先，係咪物件嚟？我聽咩物件嚟？一下子 radio 啊，cable radio 係 true 嘅 true，
我冇味啊，你我話全部這個物件咯，冇晒。係咪攞有人真係唔知自己咩啊？我唔知，我唔知。你講唔識你學生啊？我真細漢嘅，我細漢嘅時就看到了，我細漢嘅時到喺你呢處路看到。伊寫隻朱古力色嘅 I 嘛？朱古力色對，你一邊有隻打，我食打你直直直。冇看過。福建話叫做看 C 聽 CD 咧。哦，伊有一本冊嘅聲是，我會叫一本冊聲幾點講下。program 啊，誒，仲係佢講咩？這個物件咯。啊，興女嘅嘛，伊成日頂到 estrogen 咯，伊是行 wire 嚇，你接到落嚇。啊，對。伊咪是接到啲電話條後面去咯，掉一成個當啲 cable 嘅啦。你人教我幾回事，而家冇去。你咪知啊？應該是我冇出事至冇咧。我出事應該冇咧，我出事至冇。差唔多啊，夾80個出事大事就冇嚇，冇啊。冇了啦，個潮玩，唔知攞啲講。你福建話就叫做你哋學生嘛？你哋學生我會記啊。你幾個時間嘅呢？係咯，是少一禮拜咩事？是咯。我冇聽過幾個數啦，因為阿妹是了 curfew 啊嘛，困啊嘛，然後聽到 Apple 有福建嘅 Cantonese 嘅歌數啊，我係講聽條主嘅新聞。แล้ว有陣時個唱歌、跳古歌你講咯。啊，你伊我係講聽。對，伊做 drama 是，我係講有聽，所以特別往過去阿妹時，我係講我厝度，我係講大個我姨大我後尾呢，所以我就走過去，除我阿公咧就聽幾個歌數咯，即係佢哋幫佢 music 嘅咧嚇。嗱，做下面，老人呢，講到上啊，真係梅話一個 question。攏看袂到誒，安怎看電視機？都是上個安尼看路人誒心情啲聽到你做副身嘅是安尼 focus，然後 imagine 啲人嘅腦啊，就是安尼看，把佢 picture 出來啲你 brain 入邊啊。特別我 wonder 有你成日講 birth blind 前面出來是咧樣嘅 imagination 是樣特啲嘅頭腦嘅。就樣 brain 個自己 inspire 出來咯。呀，我我人讀 novel 嘛是寫我讀冊，有陣時我讀不是自己 imagine 出來啊。Harry Potter 按照背出來啊。我係掛講啲聽 repetition 嘅時，一點聲一直唱咩了。哦。就 and 看到伊 concentrate 卡。哦。用伊。成日亂哋嘛行來行去揸咗電視機。你我人冇是想咯，人咪講話，人點好講聽，想咪轉來啊！冇乜雜電視機打到我會叫我細漢時行嘅人講接玻璃大。接玻璃。接玻璃，唔知係咪意思本？你啲咩人啊呢？等咩我啦？接玻璃大啊！即係大橋啊！接玻璃大啊！即係雜電視機。喲，人講嘅嚟估啊 ！OK， 嗱嗰就是諗咪講咩？哇！我冇講啲，就近開咯，哇！就講白人唔有聽。冇成個福建嘅，個你鬧啊！你唔是鄧冷嘅我，個你呃我。好似你，仲有你還珠嘅你曉條照啊？還珠嘛？還珠高還珠，你米還珠啊？跳當機，我未曉喎。我哋雜誌冇聽到喺馬講你啊，即係咩話咩 Alex 喺邊邊嘅咧，還珠米個米還珠咧，咩個念還珠，分念個幾多，我唔使講。你咪只叫梅里馬到真係 episode 是咁樣講。每個都寫咩話米菇啊，還珠。誒，我你食下咧米啊，即係當然米個杜巴粉啊，有一個人個 N 來嘅，你嘛，佢哋食個蘑菇安尼咯。蘑菇，係你叫咩人啊 ？sorry， 我係買嗱條住人嚇，你嘢佢哋頭家啊，你成日我是係你成日我耍環嚟看啊，啲頭家啊，成個邊時候一隻落興嘅，一到到一咩人嘅事啊，一咩人咪就雷鋪啊，兩人啊，跟住見到雷鋪係咩意思？離譜 ，very ridiculous 啊！ridiculous 離譜啊！你有一名嘅我能叫佢雷鋪嘅，啊叫雷鋪係名字，叫雷鋪係名字啊！你真係飄走佢啊！
安尼趣味。actually 我人就是你講，頂到我大學邊佢的 lodge 邊後，我 grandmother 一樣比較講很難愛嘛，所以媽媽咪到我裏邊咯。然後我 grandmother 咪到叫人跟你那，去跟你那邊邊落地層啊，去跟你那邊邊落地層。你一打到隔下你安尼哦，跟你那落地實多啊。我甲你講，古早係兩人食 racist 真係劇話，伊講嗰時係呢馬來貴，就是韓納貴，伊叫馬來貴，然後印度貴。隔兩本是貴嘅，隔兩本是貴嘅，隔兩伊是人呢，隔兩是貴嚟嘅。我是貴，紅毛貴叫紅毛貴，馬來貴。我係來講嘅來嘛，大鐵蛋就講是伊人請一個荷人去洗晒，伊人叫伊用阿莫話叫伊 Blackie 喎。and 我細陣時我唔捌係咪啊？我唔知。tapi 我較大很少 Blackie 係叫高級啊，你 Blackie 派嘅哦。係啦，未曉定到。未曉，阿咩講對，樣是對伊人 enorm 啦，that time 是。真正 racist 咯。面頭整叫伊喎，伊面頭整啊，Blackie you come。狗啊你關。嚇。狗咪叫 Blackie 啊。個無成個無名，係啊。我成個福建話講，哦，大背鏡嚟。特別是叫鏡嘛，唔是叫伊大背龜咯。我今日等人不是安尼款啊，我捌聽到人爸母叫伊個囡仔啊，阿德，阿杜啦，杜。pick 啦。你睇咩數？做咩數？等人咩數？甲叫人囡仔叫不好聽名。你有時講笨燈啊，伊笨燈嚟嚇。開未掉咩？可以俾可能去搶伊，上個伊是無類人嘅驚。不，伊是我聽過伊是，你看伊講一幾幾路咩夠驚就。狗杜囝是叫咩？伊人就是叫細漢嘅事啦，細漢嘅事吼，你袂使叫你正名，叫你正名咧，你互幾人聽到啊？吼，人掠人去啊！我捌聽過啊！越南嘅人啊，伊人嘅風俗，伊人嘅風俗啊，你行，你會baru生囝嘅時啊，你行囝對喙時，你就別講，哎呀！貼士嘛，貼士呀，面上個肚，人哋看你就別講，你看，因為可以幾倍來影響到你會驚。你特別講無好，所以人看到囡仔時啊，頂到老人啦，我看到說，哇，個出邊啊，你別使講嘅啦，你啊，寫笨燈啊，笨燈，嗱，你啲講人幾時老狗呢？爆條我唔會唱字你只有得讀經呢。有講，你驚成個，你驚係變雞 KFC。冇，你特別講啊，就出邊啊，對，雞 KFC 啊，條包。哎呦，優秀啲名，有這個講緊，又唔是只是咁啊，自拉嘎，鬼嘟嘟，哎呦 ，baby boy，安尼有一個成個老人嘅邊 ，Oh my god，哎呦，自拉嘎，你吹成個字牌，啊，哈雷斯，你準備 draw a line 啊？哈雷斯 draw a line 啦，你。真係咁講乜條牌咧？可能正唔就頭唔就每一個 M 字就俾人困嘅咩？半隻都企喺邊個人，請到隻硬件，你變咗硬件，你幾點路啊？OK，嗰陣咧嗰時你畫地個口，古啊，劍氣咧，劍氣，掉劍氣。OK，next 第劍氣，我見你咪嚟講，即係禮拜咧可能特別嘅，即係留咗咯，即係我實成日講冇嘅，係啦。我4點啦喂。我點知啊？有見4點乜就由餐廳車去隨去車就嚟食 breakfast 啊！我講有了。就是啦，我哋講開車你頂得是唔是個裝去食 breakfast 啊？你個，你唔是個上班你去食 breakfast 唔是咩？
唔知我未記啊，即係幾多點咧？落去食點心啊！喂，叫你去食點心，就去落去走去食點心。我哋 extra 啊，講啱咗邊？extra 我個攞個 topic 嘛，個。你人大邊咧嘅人啊，哈咪數啊，你人參啲嘅 chat 播了嘅時，哈咪數你人無來去 have a after podcast party 嘛。哇，咩嘅喎？睇咧，我把拍下笨打唄，我鳥。應該點？是咱無到黑冰時，咱梗係要做呢物件啦。到黑冰咱未做呢物件。人困嘢咯。人禮拜咩就無去做工嘛。我同你講啊，我係時安尼款嘅都知哦。你到邊咧去哦？你幾樣出來啊？安尼款啊，真係坎坷成日定到我到面的意思可能，真係 on 呢 every Friday 要 get together 啦。picnic 啦 ，hiking 啦，爬山啦，爬咪卡吹啦，按個了，對個來啊，對個來新加坡啊，對個來新加坡也是到檳城去叫人出來哇，坎坷咯，比念經嘅坎坷個。一個講無用啦，萬一無用啦，特別我到面的意思是無想過。嗰個笑啦，你笑出所以你被吹破了哦。對啦，所以 once 我人到 comfort zone 嘅時候，啊，真係夠嘅啦。我未記香哥 ，yes， 我未香哥，定住我手你，你看到到啲 Facebook 好，看到了。等落去，搭飛。安姐我有人看。我哋你選你這邊我 wedding。毛毛菇。Yes。馬仔唔知。後面來。這邊 for wedding。哦哇。馬仔 Croatia 啦。Croatia。哇。好啦，定住裝書。定住嗰啲人數撇嗰啲靈媒。有 iPhone 呀！我吹無到先湯。Nice。有先湯我嚇死我，先湯我直頭攞我就 ban 咗，我就 ban 咗 from 我嘅，我手邊個上架攞嚟相對對呢嗬。是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ตอนไม่สิวตาแล้วแล้วเจเลยไปแล้วมันแต่ไปกันไม่ได้ตัวสิเราเจ้ามอมอกูเราเจ้าจ่าบอโปเราเจ้าอิงก็เตียงสินเจ้าชาลิงตัวอยู่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หี่ย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อิงก็ไม่ใช่會車 upgrade 去老椒記住รู้啊，我覺對，你學過係 upgrade 啦，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去車啦，ก็สินเจ้าทำตัวเป็นเราเจ้าแล้วบุตรมาอยู่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จ้ากง hello จ้ากง hello ก็จะได้จ้ากง嚟個劍氣啊，肯定是啫，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องก็ตัวเล็บเท้า冇啲啊，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別實講。別使講，拜拜。OK， 拜拜，你拜拜，拜拜。咁咧係差唔多攞定正。英國點安裝你聽嘅？我借我係 convertible 呢，即係你就齋啦。我揸先啊。係啊。嚇，獨立頭走係啊。拜多粒頭。拜，你會唔會啊？我Skype 嗰邊嘅人哈，唔是 Skype YouTube 嘅人啊，這邊但係頂一禮拜，episode miss 佢頂一禮拜，所以這邊但 subscribe 咧，都是訂咧，是往做新嘅節目時對通知你，但是講你訂係你整，你一對會跟你講話很鳥是通知，拜。拜。